隨住俄烏戰事延長，無人機已經取代傳統火力成為關鍵武器。有日本企業介入烏克蘭嘅軍用無人機市場，合作開發廉價無人機，更加有意銷往波斯灣。到底日本企業介入俄烏甚至中東衝突有乜嘢戰略考量呢？俄羅斯出兵烏克蘭初期，動用包括大規模地面推進、炮兵轟炸同埋空軍與導彈等傳統三軍作戰。當時無人機只係輔助偵察角色。隨住戰線拉長，俄烏雙方考慮到成本效益，探佢更加平。估計目前俄烏雙方每日動用幾百架無人機互相。我真係曉嘅，人家不准，大家會曉嘅。以商用無人機為名嘅宣布同烏克蘭新創公司 Amazing Drones 達成戰略合作協議，重點開發名為 Terra A1 嘅攔截無人機，最高平飛時速達到300公里，作戰半徑涵蓋32公里，針對目標直指俄軍主力伊朗沙克德系列無人機。嗰款無人機飛行時速大約200公里。Terra A1 可以憑住佢嘅速度優勢，免除追擊或者迎頭攔截來襲嘅目標。除咗性能好，更重要嘅係性價比高。每架攔截無人機嘅價格係40萬日元，折合只需要大約2萬港元。相比之下，佢嘅假想敵沙克德無人機每架折合大約15萬港元。系統每枚導彈更加數價400萬美元，折合大約3000萬港元。路透社報導 ，Terra A1 仍然未經過實戰測試，預計將會喺未來幾個月交由烏克蘭軍方試驗。錄埋呢個之後就交費。俄羅斯強烈反彈。俄羅斯外交部上星期召見日本駐俄大使，向日方提出抗議。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表示，日方通過援助烏克蘭日益捲入俄烏衝突，進一步損害俄日關係。唔單止俄烏戰事，日烏合作嘅無人機甚至可能介入中東衝突。路透社報導，伊朗為咗攻擊美軍位處中東地區嘅目標，動用大量低成本無人機。好似喺中東衝突首個星期，伊朗已經發射超過1000架無人機。波斯灣國家面對伊朗來襲，喐下就出動幾百萬美元導彈攔截幾千美元嘅無人機，導致攔截導彈庫存告急，性價比失衡。據報包括沙特阿拉伯同埋阿聯酋等波斯灣國家向日方尋求購買嗰款廉價。嚇死人！我轉頭錄埋之後交費。日本正係透過呢個合作，借機烏克蘭喺俄烏戰事嘅實戰經驗，包括改進無人機嘅抗干擾能力同埋續航距離，推動未來實現國產化。有評論認為係日本軍事戰略由守轉攻嘅跡象，標誌日本正係試圖突破戰後軍事發展嘅約束，加快發展進攻型軍事能力。分析認為，日本作為現戰線大國，曾經以防衛裝備轉移3原則嚴格限制軍事技術輸出，但喺高市早苗政府推動之下，計劃開放出口武器。目前以民間企業合作名義向交戰國輸出致命武器技術，可能係為武器出口3原則鬆綁試水溫。我哋聽日繼續細